甲台湾看世界，继续来看土耳其甲叙利亚的边界。2月7日发生着7.8甲7.5的大地震，有28000多人来死亡。啊，过2礼拜，伫个重灾区土耳其的哈泰省，伫个当地时间昨暝8点，又搁发生着6.4甲5.8余震。即届的地震都参叙利亚、埃及、黎巴嫩、伊拉克，甚至是巴基斯坦，拢会当感受到地震的威力。土耳其阁针对着地中海的烟花来发布着海啸的警报。啊，这2届的余震又阁有6个人死亡，600多人来受伤。为空中画面，就会使看出地震安怎裂破大地，300公里长的比顺将近咱台湾的长度，非常的恐怖。这是7日土耳其甲叙利亚边界规模7.8甲7.5大地震的威力。到目前为止，余震超过6500摆，甚至到当地时间2到暗时8点，又搁发生2摆真千层的余震。汽车行车记录器有去记录到地震当时的画面，室外监视器嘛表现出这个地震时地面敢若水涌同款。地震当时接受访问民众嘛赶紧逃命。美国地质调查所初步估计，头一摆地震是规模6.4，后来修正为6.3，第2摆地震规模是5.8，地震的深度是10公里。欧洲地中海地质研究所的估计，地震的强度是规模6.4甲5.8，不过深度干2公里，无怪民众感觉这个涂骹强要裂开同款。因为这是真千层的地震，所以讲唔那是土耳其、叙利亚尔，伫西边的埃及、黎巴嫩、南边的这个伊拉克、巴基斯坦，拢感受到地震的威力。这土耳其阁对地中海烟花发布海啸的警报。It felt like it's higher than that. It was very shaky. We hardly stood up. 可能是尽量离地表伤浅，无得，甲是在面的心理上无法度分辨2礼拜前天摇地动的噩梦，所以有人惊甲一直哭，有人惊甲呢双骹落软袂行，大人囡仔哭做一伙。要老大人惊甲强要袂喘气，而且无国界医生做一个估计，上无有385,500栋的人家厝全毁还是半毁，后续余震有可能持续几个月甚至几年。有厝唔敢回去的灾民，唔知要何去何从。华视新闻看起来，赶快订阅我们的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，欢迎按赞、订阅、开启小铃铛，最新最及时的资讯要提供给你。